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经历一礼拜久，互阮当搁用欢喜感谢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透过礼拜来甲你相亲近。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会当安静落来。主神伫甲你交陪的过程中间，领受你所想事的恩典。是阮的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会当主神听你的话，透过安尼来得到利益。阮上时也将今早起要服侍的正当工，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无论是献诗、抒琴、书会讲道，也是伫外面咧接待正当工，求主你拢保守看顾。透过因的服侍，帮助阮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求你伫每一个细节顶面掌管，补满看顾阮的不足。主啊，今仔日嘛是228和平纪念主日，伫即个过去是万分小台的日子，你透过你的恩典，互阮成做一个和平、和谐、三听的日子。求主你互阮纪念即个日子，会当学习安怎伫无共款族群、无共款意识形态顶面去追求共同的体验甲看法，用和平来互相款待，用三听彼此对待。求主互阮的国家真正做一个和平的国度。阮也特别恳求主你顾守看顾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互台湾会当有公义、和平、甲三听遍行伫即个土地顶面。特别恳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去宣扬即个和平、三听的福音真理，帮助更较侪人认捌你。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上时也将现主时面对着真大疫情的挑战的全世界各国，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互阮经历遮爱去思考阮甲你中间的关系，也明白阮人类的软弱，更较谦卑来追求真理。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全地就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大家欢喜三甲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时，咱献开圣诗72首，阿罗全能的主上帝，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至圣的阿爸爸上帝，这是阮正受恩的囝儿女，要用感谢入你的门，用阿罗入你的院，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愿阿罗你就是迄个万权能创造宇宙万物、极伟大、极荣光的上帝。亲爱阿爸爸上帝，愿国家要深深来感谢你，感谢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疼痛的上帝。因为阮不过是一个卑微小可的罪人，亏欠了你的荣耀。不过，借着你的恩典甲无限的慈悲疼痛，你差遣圣子耶稣基督担当了阮的过犯，从钉伫十字架顶，成做阮的救赎。你不但无弃嫌阮，
还佫竞选阮来成做你的囝儿女，阮献上满心的感谢。阿爸爸，阮知影你恩典满满，自从伫去年初肺炎的疫情传播了全世界以来，伫即个短短400天，已经有11250万人染到即个肺炎，也有超过250万人来死亡。虽然阮是得到你何等的恩典来恩待台湾徛起的正百姓，不过阮知，阮犹原是世界村的一份子，阮毋甘，阮心内白白，为了全世界百姓要向你来祈祷恳求，求你伸手你的圣手，使阮来停止即场的瘟疫。人民有遮尔啊多的家庭拄着死失，失去了因的至亲。阿爸爸上帝啊，你的慈悲怜悯听从的上帝，你是万国万邦万民的上帝，你国较是万权能伟大的上帝。阮知，你要恩待什么人，你就恩待什么人；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不过，阮众人犹原要同心祈祷，来摇动你的手，求你来施落恩典，互全世界的人类赶紧脱离这场的苦难。今仔日也是228和平的纪念日子，这毋但是台湾人甲外省人和平的纪念日子，也是河洛人甲客人、漳州人甲泉州人，也是平地人甲原住民的和平日子。求你互这片土地的正百姓学习你的大慈爱甲赦免，就亲像你嘛赦免阮同一样，互阮学习会当赦免，会当体验赦免别人，就是赦免家己较侪。保守伫即块土地所有的正百姓的族群，拢会当更加互相来扶持，互相来相听。感谢主，阿爸爸上帝啊，我嘛求你不准互遐个自私的统治者为着私欲来制造更较多仇恨甲破坏和平。求你出手，互因知你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即时阮嘛抱着敬畏甲摇摇带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想起阮实在是伫有意中还是无意中来犯错，求你的圣神协助阮，在阮的过失，除去阮暗中的罪，阻止阮无故意来犯罪，时常教示阮、警醒阮家己，安怎来遵行你的旨意，决断不准迄个罪恶来管辖阮，互阮袂离开阮亲爱阿爸爸上帝的远远。爸上帝啊！无论阮是伫顺境还是逆境，阮是好业还是善香，阮深知，阮的一生应该就是要来荣光上帝的。求你来使阮有够业的气力，来抵挡这个邪恶甲游戏。你是阮伫天顶的阿爸，阮的爸爸，阿爸，阮的一生，我们来求你来带阮，甲阮的代代子孙。求你拢将阮来牵条条，就亲像阮的阿爸共款，互阮的一生拢合着上帝你的旨意、你的心意，诚做你所欢喜的人。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要甲你恳求，伫阮的兄弟中间有拄到辛苦病痛，求你来医治因；然后拄到丧失亲人的，也求你亲自来安慰因。有事业甲工作拄到挑战的，经济拄到困难的，特别是伫肺炎疫情这个期间受到冲击，求你赏赐因反倒转，会当拄到更较好的机会，未来要会伫比早前更较好，互因知影你就是迄位国真国活、万权能万不有的上帝。亲爱的主，这时阮嘛满心来感谢你，因为你代代有兴起你忠心的奴仆，尽忠服侍伫大专青年的时光，对因辛苦着磨、财政好的经济，对安尼侪兄弟姊妹，拢是伫大专青年的这段时间得到带领来得到福音，
甚至有搁较侪的这个青年愿意来献身做传道。求你继续来坚固因，也祝福因所做的工。现在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额，这时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这时，咱要来三甲启应上帝的话，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33篇，启应文第33篇，圣诗的后面也是以赛亚书第40章。我来启，咱会众三甲来用。恁究竟要将是罪批评上帝？恁夜目看顶面，照小目带遐个万军出来，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雅各啊，你写书讲，我的道路稳捌伫耶和华。你敢袂知吗？你敢袂听见吗？伊无夜，也无先。夜先的，伊互伊气力。少年人也先，勇壮的人也为夜跋倒。伊要亲像鹰鸟，天色飞悬。这是咱各位来吟祈祷的诗，圣诗180首，原主点阮中间，180首，原主点阮中间，咱三甲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咱要邀请圣歌队来吟祈祷甲俄罗斯，因的诗歌的名是叫做“请搁对我出声吟讲，请搁对我出声吟讲”。对我出声，
感谢圣歌队用好听的诗歌献给上帝，将一切荣光拢归给上帝。这时我要来攻读圣经，咱先开圣经台语汉语版是伫522面，现代中文版是584面。旧约尼希米记第8章，旧约尼希米记第8章，第1節到12節。到了第7月，以色列人伫逐人的城镇拢安頓好勢。伫迄個月頭一日，因聚集伫耶路撒冷，伫水門前的廣場頂，因請經學專家以斯拉祭司將法律冊帶過來。這個法律冊就是上主借着摩西予以色列人的。以斯拉帶到群眾聚集的所在，遐有男有女，還佫有年紀較大的囡仔，因會當明白事理這個囡仔。以斯拉佇水門前的廣場頂，向因來宣讀法律，對清早一直讀到中晝，因攏真注意聽。以斯拉徛佇一個特別為了這個事來起造的茶台頂懸，伊的正邊徛着馬他提亞、示瑪、阿乃亞、烏利亞、希利加甲馬西亞，倒邊徛着比大亞、米沙利、馬基亞、合順、哈巴大拿、撒加利亞、甲米蘇蘭。以斯拉徛佇懸台頂，因攏注目看伊，伊一拍開冊，大家就徛起來。以斯拉講：俄羅上主，偉大的上帝。所有的民眾就舉起手，應聲講：阿門，阿門。然後跪落來，面伏佇地上敬拜上主。後來民眾徛起來，踮佇因原來的位。有一寡利未人就向因解釋法律。這個人是約書亞、巴尼、示利巴、亞敏、亞國、沙比泰、何地亞、馬西亞、基利他、阿撒利亞、約撒巴、哈拿、甲比萊亞。因對百姓口頭來翻譯上帝法律冊，並來解釋，讓百姓會當明白。百姓聽了法律規定的事了後，攏感動甲哭出來。對安尼，省長尼希米、祭司甲經學專家以斯拉，甲解說法律的利未人，甲民眾講：今仔日是上主恁的上帝神聖的日子，恁毋通悲傷啼哭。現在大家轉去有備宴謝吧，將恁的食物甲酒分予無夠的人。今仔日是咱的主的聖日，恁毋通憂悶，因為上主賜予恁的快樂，就是恁的力量。利未人安慰百姓講，叫因安靜。毋通悲傷，因為這一日是神聖的，民眾就轉去快樂的啉食，並且甲別人分享因家己所有的，因為因聽明白了讀予因聽的法律。以上聖經，願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話，會當照伊去行的人。今日咱真歡喜，咱要邀請大專北區大專中心的詹宗成詹牧師。要來分享上帝的信息，伊的題目是佇艱苦的時代分享盼望的信息。佇艱苦的時代分享盼望的信息，咱請詹牧師。出來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稳定今仔日会早起，会当来伫咱的教会，甲咱兄弟来做礼拜，相时也甲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伫即礼拜是咱大斋节期的第二个主日。大斋节期呢是伫耶稣基督受难割活这日子往前算40日开始，这算作是咱教会传统的大斋节期。伫这大斋节期的中间过去常常有安尼，就是用到敬食、祈祷、悔罪，也是帮赞送香的人、有需要的人，来伫这段时间来经过，来表达咱回转，离开咱过去无好的道路，转向咱的上帝，会当甲耶稣基督来详时经验伊的苦难。也详时会当伫割活日的时阵来经验主割活的欢喜。所以咱会当讲，大斋节期呢，就是伫即个灵性的旅程。伫今仔日拄好是大斋节期的第二个主日。总是拄只咱的师会罗长老爷伫祈祷中间安尼有祈祷讲，今仔日也是228和平的纪念日，74周年。过去的历史，咱拢知影有真侪的痛苦、艰苦、流目屎、恐怖、黑暗，一直到1987年改严了后，咱才会当来公开，也是表达对228的纪念。伫今仔日，伫咱台湾真侪所在，拢有举行即个纪念的典礼甲礼拜。咱伫遮来纪念过去历史的伤痕，亲像拄则罗长老所祈祷讲的，即个和平会当带予咱所有的族群，咱会当伫即个和平的中间，无去重复过去痛苦甲黑暗的日子。拄则咱也知影，伫今仔日疫情过1年外的时间，世界非常抑个紧张，有的所在。随邦开始已经注射疫苗，总是整个的情形，犹原是也无法度看见有要收煞的日子，甚至有的国家伊的城市有部分来封城，有的国家呢封锁因的边境。咱来看这个图，这个图内面，咱若是看的时阵，咱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安那乌灰色。灰色还是白色，无相共的浅，还是乌，还是灰色的这个光谱总是呢，若是放大来看的时阵，这是一点搁一点的乌点，这是伫2月21日纽约时报伊的头版所印出来。这每一个点呢，是代表着因美国的社会过身的人的生命。所以你甲看这个谱内面一个乌也是较浅的色，这拢总有50万点。这个会当互咱来看见，是目前世界的疫情也阁是非常的严重。拄则咱师会罗长老有安尼祈祷在中间讲，1亿1000多万的人，这个数字咱会当讲是咱台湾人口的4.5倍的人口。伊所失失的性命250万人，是比咱台北市的人口更较侪。所以咱会当伫遮来感受到，这个疫情对咱世界的冲击是偌尔啊大。总是咱台湾活伫这个疫情无受到冲击的社会内面，咱会感觉讲，咱实在是真正感谢上帝的保守甲稳定。我前几天敲电话去到伫柏林。互我的老师，伊已经退休，住伫柏林。伊目前85岁。我就一下甲伊开讲的是讲，伫恁柏林要拢好势吗？伊就讲，即摆伫柏林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咱讲差不多是封城，亲像戒严的状态。伫前几天因家庭聚会的时阵，政府规定袂当超过5个人聚集做伙。然后除了你。出门要买物件，要去超级市场买物件，也是你爱去一定爱去上班的时，
也是你身躯无爽快，爱去看医生的时阵，你才会当出门。若无政府规定无鼓励出外，甚至你拢爱伫厝里内面。我的老师，伊每一工只有会当家己一个人伫因厝附近安尼散步。更较互伊艰苦的是在伫，甚至礼拜日到礼拜当礼拜的时阵，因也袂当唱歌。兄弟，大家想象一下，若礼拜时阵无得唱圣诗的时阵，迄个礼拜是啥物款的情形？因爱逐个人保持距离，爱戴喙暗，然后也袂当握手甲人讲话时阵保持距离，所以伊讲，即款的礼拜实在是非常的艰苦。因为我老师甲伊的太太，因全家的人拢是真爱音乐的人。亲爱兄弟，即款礼拜无得唱圣诗，爱保持人甲人的中间的距离，这是咱的老师安尼讲，非常互人哀伤的代志。甚至伫学校内面，中学、小学呢，嘛无法度去学校上课，拢爱用网络的课程来进行。所以咱会当看到，伫世界的经济角落，真侪城市呢，那个游玩亲像我老师所描述迄款的情形。咱看到是21世纪的艰苦，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内面，带领咱倒来过伫主前第6世纪因所拄着的艰苦。这个艰苦是在伫主前539年。迄当阵的犹太人因受掠到伫巴比伦，伫巴比伦帝国统治的下面，后来波斯国兴起，取代着巴比伦帝国，所以波斯王呢就下令允准犹太人因会当转去因家己的故乡来重建因的家园。经过一段辛苦的日子以后，因伫主前515年。重建因的圣殿，过差不多1世纪以后，第5世纪中叶的时，因甚至也重建因的城墙耶路撒冷。咱伫投影片所看到这个模型呢，就是伫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模型。这是伫尼希米的时代，耶路撒冷大概的情形是安尼。伫社会中间的中间，随望城墙也起好，圣殿也完成，感觉起来人民会当转去到伫一般的生活，会当去到伫圣殿来献祭，也会当因的生活也会当正常。总是社会内部也真侪社会问题出现，比如讲，伫尼希米第5章内面描写讲，不有的人因欺压上款的同胞的人，甚至遮的平民百姓呢，也正变做是奴隶，互因欺压。所以同胞欺负同胞的情形，也是伫即个城市内面来发生。也佫有宗教精神的失落，毋知影敬者的精神，毋知影献祭的意义，安尼来扭曲，遮代志伫社会中间一直来发生。所以咱看到的是。伫尼希米的时代内面，随望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圣殿游园也好势会当继续来献祭。总是更较需要的是在伫讲，要安怎互每一个国民，也是族人，会当来体验到脱离奴役自由的生活，才会当经验到对信仰来的生命力。这个也阁是一个真大的工程。换一句话讲，这也是也未完成的大工程。特别是对上帝话语中间得到鼓励甲仰望，这是因毋是定定会当经验到的。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尼希米第8章内面有伊历史的背景。伫遮咱会当看到，头拄经文讲第7月。这甲咱即马讲的第7月是无共，因为这是按照伫以色列人因古早的第7月，因叫做是提斯利月，差不多是咱9月，也就是讲秋分的时阵，迄个月的情形。亲像咱即马图片所看到的黄色下面即个部分，秋天因的第7月，
犹太人因为家己的城内面聚集来到伫耶路撒冷，伫遐伫广场内面来伫遐来聚集。拄则咱读的经文讲到耶路撒冷的水门，咱看到这幅图呢，黄色的迄个所在呢，就是耶路撒冷。迄当阵耶路撒冷的水门的所在，伫遮有较大的空间，会当互正百姓伫遐来聚集。然后因就邀请到迄当阵的经学教师以斯拉来宣读摩西的律法。拄则咱读的经文讲法律这记的毋是咱一般讲的咱的国家的法律，是摩西五经的内容。伫遮7月初1，也就是后来犹太人的新年中间，因伫这水门的广场头前，为日出一直到中昼，拢伫遐来读圣经。亲爱兄弟，咱会当想象一下，若是讲为日出差不多6点的所在，读到11点、12点，咱看因的读的经文的内容，会当是非常的济。以斯拉伫遮来宣读律法册，也是讲摩西五经。正百姓呢，因也非常注意来听以斯拉所宣读的内容。第4节到第6节，安尼描写讲，以斯拉呢，徛伫即个特别为着今仔日的组织所做的茶、所做的台仔顶面，伫身躯边有真侪助手，那亲像咱这幅图所看到的，伫以斯拉边有真侪帮衬伊的助手。当以斯拉伫遐天开摩西五经的时阵，正百姓就徛起来，来表达尊敬。以斯拉伫遐来学了上帝，百姓就伫遐来回应讲阿门，阿门。然后接下来，百姓额头拍拜伫土，敬拜上帝。亲爱兄弟，这就是咱知影的上早期的礼拜，安尼来进行。那亲像咱今仔日伫遮的礼拜一样，古早伫尼希米的时代，因的礼拜方式就是安尼。而且咱特别注意到的是第7节到第8节，安尼描写讲，以斯拉伫遮来用到清澈的声音来读读经文，因的经文是用到希伯来文所写的。所以读上帝话的时阵，就是用到希伯来文来读。总是伫徛伫伊的边仔遐的助手，也是后来边仔这利未人，因就用到迄当阵所流通行的语言阿兰文，伫遮来解释经文的意思。这个阿兰文呢，就是因日常生活的语言。各位兄弟可能会感觉奇怪，是安怎会读经用希伯来文？讲话用着阿兰文呢，咱也是用咱即马生活的咧，恁就马上会当来了解。伫受波斯国统治的下面，真侪犹太人呢，因就袂记咧家己的母语，也是讲无识、袂认得，所以呢，读希伯来文经文的时阵，毋是所有的人会当来了解，所以读经文了后呢，就爱有人来翻译做阿兰文。那亲像咱的长辈大部分拢也会当讲河洛话、客家话，也是原住民的话语。但是咱的少年一辈，甚至是囡仔辈，因就无法度来听咱的母语，所以咱就爱甲咱的时势、咱的后辈来用华语来讲话。我想这是咱真普遍的经验。所以，亲爱兄弟，为什么用到希伯来文读经文，爱用阿兰文来解释？就是这款的背景，咱会当来了解。接下来，咱看到的真重要是，百姓会当了解读经的内容，因会当头脑会当来领受，当心内面会当来明白，就是透过读经甲解释经文的过程，因来明白上帝话的意义。所以伫遮咱看到一个简单的摘要，整个礼拜过程呢，是以斯拉用着希伯来文来读圣经，然后解释边仔助手用着阿兰文来解释圣经的意思。结果是所有的百姓会当来明白圣经的意义甲伊的意思。
伫遮头拄咱所读的经文，第2节、第3节、第7节、第8节到12节，遮拢有一个字，就是会晓得，就是会明白、会了解。所以，因会当了解经文解释了后，当代的意思，互所有的人，包括较多经文是讲，有迄个囡仔、儿童，因也当来了解这经文的意思。所以，伫遮咱来讲看到，这个桥梁的角色，就是以色列边仔遐的助手，也是利未人，因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因的角色解释，所有的人，包括儿童，拢会当来了解圣经的意思。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内面，第4节到第7节来有真济的人的名。这人的名中间呢，其中有真济的人的名，伊中间也是后尾有一个亚，也是阿。这原文的意思就是亚，亚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名的意思。所以伫遮呢，遮有阿也是亚的人，其实因的名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讲，马他天亚，上帝赏赐的意思；阿乃亚是上帝回答，就是上帝应答祈祷；乌利亚上帝发光；乌西亚上帝做奇妙的作为；比大亚上帝实行拯救；马基亚上帝是王；撒加利亚上帝纪念；何地亚上帝的敬拜；阿撒利亚上帝帮助咱；比乃亚上帝最奇妙的作为。所以，亲爱兄弟，这个咱读起来，敢若真无聊的名，但是这个名呢，拢有真重要的意思。这个人因扮演着桥梁的角色，甲这个利未人，互所有的人拢会当明白上帝话语的意义。伫第9节到12节，遮咱看到，正八是听见这个圣经的话甲解释了后，因的反应就是拢啼哭。省长尼希米经学教师以色列，甲遮个利未人拢甲因苦劝讲，今仔日是主的圣日，毋通悲伤，毋通啼哭。尼希米省长呢，就遐来鼓励讲，恁着毋通啼哭，爱去食好食的物件，爱去啉好啉的物件，然后甲遐个欠客、无有物件通食、无有物件通啉的人来做伙来分享。这是主的圣日，咱毋通忧愁。然后伊安尼讲，上帝所赏赐的喜乐，就是咱每一个人的力量。利未人也安尼甲遮个正八是安慰讲，当着安静，这是主的圣日，毋通忧愁。安静这个动词，伊原来意思是非常的亲密的意思。这哪亲像呢？咱看到婴仔，也是囡仔伫遐咧咩咩好，跋倒也好，痛苦也好的时阵，爸爸妈妈甲伊抱起来，嘘，毋通哭，毋通艰苦，我甲你安慰，乖乖，毋通哭。所以，这个安慰的意思就是讲，利未人呢，伫遮来安慰遮个百姓讲，毋通啼哭，这是上帝的圣日，毋通忧伤。正八是伫遮，咱看到因的行动甲反应是啥物货呢？就安尼以后，因就去食，去啉，佮甲所有欠用的人来分享。而且讲，大家人拢大大的喜乐，然后因为因会当明白所教示因的话语。所以，亲爱兄弟，伫遮咱看到这是一个真奇妙的转变的过程，因为哀伤啼哭。然后变做大喜乐欢喜，伫遐来分享。经文讲伫遐大大喜乐，为什么会有这款奇妙的转变呢？第12节，头拄咱所读的经文所讲的，因为因会当明白所教示因的话，因知影上帝话的意义，因也知影上帝话带来安慰甲鼓励的力量。当然，
要明白进前，第8章第8节非常的重要。伫遐有清楚来读上帝的话，也有清楚来解释圣经的意思，互所有的人，包括小朋友，会当明白圣经的内容。今仔日咱讲到的题目是讲，伫艰苦的时代，要来分享5万的信息。就像咱来看见，伫咱的世界内面，伫这武汉肺炎，也是新冠状病毒的阴影下面，咱所活着的世界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今仔日228和平纪念日，咱看到伫咱台湾的历史中间，有真长的时间是活伫艰苦、痛苦、袂当讲心内话的时代。无论是伫台湾，也是伫国外，伫艰苦的时代，要安怎来宣读，也是来宣扬5万的信息呢？伫遮咱会当搁举一个例，互咱的兄弟会当来明白。伫路加福音第24章以马忤斯的故事内面，安尼描写讲，主耶稣搁活了后，伊就安尼亲近一对门徒。这两个门徒呢，因为着耶路撒冷要到伫以马忤斯的所在，行伫路中，然后耶稣就就近因，甲因讲话。总是16节经文安尼描写讲，迄当阵门徒的目睭蒙雾，因无认出伫边仔迄个看起来是生份人的人，就是主耶稣搁活，而且因也无明白边仔迄个人是啥物货。17节安尼讲。这两个门徒呢，面带着忧愁，然后主就伫遐甲因讲话，伫路上伫遐解说圣经，互因明白。然后到伫下晡时要暗头的时阵，这两个门徒就邀请主耶稣伫遐入去因的厝，伫遐要请伊食暗顿。主耶稣摕起饼，擘开祈祷擘开的时，这两个门徒呢，迄当阵目睭才天开。才看清楚，迄个边仔迄毋是生份人，是国外的主。所以，伫遮咱就看到，后来31节经文来讲，因目睭就擘开，认出国外的主是伫因的身躯边，然后主就安尼佮消失去。然后这两个门徒就伫遐对话讲：咱伫路上的时，即个生份人甲咱解释圣经的时阵，咱的心内面敢毋是火热吗？所以，亲爱兄弟，伫遮咱看到，拄着耶稣的这两个门徒，目睭蒙雾，面带忧愁，因毋知影边仔迄个人是啥物人。总是后来，因目睭点开了后，因才回忆起讲，咱伫路上的时阵，咱的心敢毋是火热的嘛？伫遮咱看到的，伫艰苦的时代，要安怎看到5万的信息，因拄着国外的主耶稣。所以，因知影5万的来源是伫倒落。亲爱兄弟，拄则咱所读的经文，伫遮咱看到的，伫以色列边仔有骄牛的角色，无论遐伊的助手，也是利未人，因拢扮演着真重要的角色。咱伫今仔日2021年，咱活伫台湾这个社会，咱要安怎？也是讲，咱有啥物款的机会会当扮演着骄牛的角色呢？其实，咱有真侪机会会当安尼来做。比如讲，伫咱日常生活中间，无论咱的言行举止，咱拢会当互人，咱身躯边的人，无论是信主的，也是还未信主的人，会当来明白上帝听世间人的真理。这嘛是一种解释圣经。互人会当明白圣经的意义，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其实咱是扮演着迄个骄牛的角色，咱是主的听筒、沟通的使者，咱会当对生活中间，伫即个世界来宣讲5万的信息。那亲像咱看到这200度一样，骄牛的角色，其实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扮演着即种骄牛的角色，伫人拄着苦难，伫苦难的时代内面，来为主来传达5万的信息。换一句话来讲，
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亲像拄则徛伫艺术立边仔遐个人，可能咱扮演着比大雅的角色，表明上帝的拯救伫咱的中间。咱可能嘛会当扮演着马基雅的角色，互人会当来经验中上帝是王伫咱的中间掌权。检采咱会当扮演的角色是阿撒利亚的角色，互人会当看见上帝的帮助伫咱的身躯边，伫咱亲人，也是伫咱熟悉，也是无熟悉人的身上来发现。这就是救娘的角色。亲爱兄弟，咱伫遮今仔日伫遮礼拜，其实咱会当搁一摆来体验到，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即个救娘的角色。所以，咱会当扮演着即款，互人会当明白着上帝话语，互人会当伫忧伤啼哭中间，变做欢喜、大大喜乐的人物的角色。所以伫遮咱看到，伫艰苦的时代，其实咱有缘会当分享着五望的信息，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也是伫咱的宗教教育中间来见证五望的信息。比如讲，伫咱在场礼拜的时，伫咱教会中间有无相共的团契，主日学也是其他的无相共年龄层的团体，伫遮来礼拜也是主日学，遮的咱拢会当安尼来做。伫日常生活中间，咱会当对研读上帝的话、解释上帝的话、甲明白上帝的话中间，来得到喜乐的力量。这咱会当甲人来分享。伫宗教教育顶面，咱也会当帮助人来研读、解释、甲明白上帝的话语，甚至咱会当来培养、解释上帝话语的服侍者。今仔日是北区大专的纪念主日，等下邀团队来为着咱来报告北区大专的事工。咱也伫遮会当来看见。伫咱的教会中间，也阁有真侪青年，也是大专的青年，伫咱的教会内面做礼拜，咱无相共的团契等等，咱会当支持咱的大专，咱教会大专，也是咱北部大专的工作的时阵，无形中咱嘛是扮演着一种桥梁的角色，支持咱的青年，将来因会当伫社会各阶层，甚至也伫咱的教会内面。扮演着真重要的角色。一句话来讲，10年了后、20年了后，咱所关心的大专青年，将来拢成做咱的社会、甲咱的教会的栋梁，支持咱的社会，也支持咱的教会。所以伫遮，咱会当扮演真侪无相共的角色。今仔日咱看到桥梁的角色，其实咱在座每一位兄弟。拢会当来做，望上帝继续祝福咱，咱早一日会当行出这个武汉肺炎的阴影，会当有一个个新的开始，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你互阮今仔日看见，阮虽望卑微，总是阮拢会当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将上帝你的听透过阮的言行举止。透过阮甲人读圣经，会当互阮身躯边的人来看见上帝你的大疼痛。为安尼，阮会当得到五望甲快乐。请上帝你继续帮助鼓励阮，也提醒阮。阮实在是你宝贝的囝儿甲查某囝，阮会当做你的使者，互即个世间看见五望。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过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伫圣诗348首，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疼痛，咱三甲起立来吟。
请坐。接续吼，咱要请北区大专学生中心的姚宣晶姚传道要来请安报告，咱请姚传道。各位主内敬爱兄弟姊妹平安。我是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传道姚宣晶，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甲相连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上帝。今仔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的纪念主日，伫遮我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兄弟姊妹请安甲谢谢。感谢大家过去对咱的教会大专事工甲专职工作者的关心还有支持。因为咱的教会支持，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才会当伫北区特景大专校园经营中青团契，陪伴学生行信仰的道路。中心的事工伫今年度分做3个方向，有文道的教育、心灵关顾，还有宣教的实践。第一项，文道教育是帮助学生装备教会事工甲服侍的能力。目前中心的同工已经伫大神的神学系开辅导训练相关的课程，而且中心今年度也会计划举办培养查经带领能力的营会，甲针对学生团契同工的训练会。第二项，心灵的关顾是针对学生甲毕业生的需求，提供适当的陪伴，还有关怀。若有特殊的需要，中心也会将学生转予专业的陪谈的人员。另外，中心也每一年拢有甲叶宝贵老师合作来举办专人照顾营，这是一个必进的营会。邀请学生暂时离开日常的生活，通过个人的灵修、静默，还有祈祷，这款的操练，互学生伫信仰中更加认捌家己，也加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第三项是宣教的实践，中心为去年开始在设暑假的福音队。福音队是鼓励学生甲地方的教会有连结，除了将资源带到教会以外，也通过甲地方教会青年做伙服侍，帮助地方教会青年会当成做教会将来的同工，委身伫教会。另外，福音队也予学生伫即个服侍过程中，还有生活的体验中，更加认捌教会、社会人文，还搁伫中间来学习分享同理思考。伫去年有一位学生甲我分享，伊讲，伊参加福音队，听到小朋友分享家己的故事，为小朋友的故事内面，伊开始重新思考上帝听是啥物，还搁有思考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伊想要来改善，也做出行动。我想，这个事工对学生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有一个真好的影响。若是讲综合三个面向、三个方面的，综合三个方面，今年就是伫刷落来的礼拜，两三个礼拜，每一个礼拜五，隔周的礼拜五，拢会中心有开设读册会，还佫有讲座。这是要帮助学生，还佫有阮参加这个工作者来更加自我认捌，嘛去思考咱家己甲别人的人际关系。上重要的是思考家己的信仰。还佫有中心嘛有专辑的同工来关心北区大专联合团契 PTL， 这是一个学生家己组织起来的学生组织。伫这个组织内面，学生伊家己学习
怎样来规划营会、查经班、礼拜等等。所以，伫中心所做的事工，毋但是装备学生的能力，也互学生会当直接来实践行动伊家己所学习的物件。我用我家己的经验来讲，我伫大学的时阵，嘛参加中青团契。伫团契内面，互我体验到伫外地有一个真温暖的家，嘛通过教会正兄弟姊妹的关心，互我知影主内面的疼是生做啥物款。也因为安尼，我带我的大学的好朋友来参加团契。伫团契内面，我和伊做伙来读经、祈祷。我即个好朋友，伊伫几年前就洗礼来成做主内的姊妹，真感谢主。所以学生中心这个事工，毋但只是帮助教会主题伫大学的时阵，会当来继续深化家己的信仰，更加佮期待这个学生，基督徒的大学生，会当成做校园的福音种子，帮助较侪人来认捌福音，跟对耶稣，委身伫教会，也共同享受上帝儿女的平安。面对大专的学场，学生中心知影家己所做的有限，会当拍拼努力的空间阁真多，所以期待继续甲正教会会当连结，建立听的网络，甲上帝同工，伫学习中来互相帮助，当伫即个世代的青年人。阁一摆感谢教会愿意互学生中心有机会来遮请安，愿上帝恩典加倍赐福咱众人，坚固咱为着上帝国所做一切工。感谢大家。感谢姚传道的介绍甲请安，互咱会当更加了解这个大专的学生中心在做什么款的事工，互咱会当更较多来甲因支持。这是咱要继续奉献来做咱的礼拜的进行，这是咱三甲来奉献。
咱三甲起立来感谢。亲爱的爸爸上帝，阮深知阮所拥有的一切，拢是你的恩典甲赏赐。无论是阮的性命、家庭、事业、财情，一切拢是对你而来。因为你本来就是创造宇宙万物万不有的上帝。阮感谢你，即时阮将你所赏赐阮的部分淡薄的经文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来感答。安尼恳求甲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即时我来报告。本主日为了总会所定北区大专的时间奉献主日，咱感谢詹宗胜牧师代表北区大专中心前来本会正道，以及姚宣整团队代表前来本会请安甲时间的报告。愿上帝祝福大专中心所做校园的时间，以及大学生因的信仰的生活的实践。经过去年11月小会有接纳陈伟立牧师伫本会任职到今年的2月底截止。感谢陈牧师这2年来伫安养中心的服侍，愿上帝祝福带领伊未来的道路。有关这个肺炎的疫情愈来愈严重的这个趋势，咱教会有种种的措施，咱个人爱自主的健康来管理，咱会当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自我管理。咱若有发烧，也是咳嗽，也有感冒的现象的时阵，请咱一定要伫咧家厝内来休困吼。暂时莫参加任何的聚会，请大家尽量避免参加遐无一寡人员无固定的大型的聚会。咱教会有一寡集会管理原则，就是有实名制。咱参加任何的聚会，拢爱配合政府的措施来采取实名制，嘛爱量体温，嘛爱戴咱的喙安，搁咱爱有留记录，有当时可能嘛爱摄影，也是翕相来做咱每一个人位置的伫倒位吼。因为咱有疫情的关系，咱若进入咱的教会的时阵，咱拢爱有签名，无就是咱若有在职的会员，咱有一张关怀的卡片，爱伫迄个小可入来的时阵，甲照一个，伊就会当知影讲咱有来，经过迄个就知影咱的温度吼。第2点，才有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杜信夫兄弟的老母杜李宝凤姊妹，伫2月16日安享主怀，要定伫3月初4，就是即个拜四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的1楼至真礼厅要举行纪念告别礼拜，请兄姐会当来关心甲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搁有本会会友李志钦兄弟伫2月21日安享主怀，要定伫3月初5，就是即个拜5上午7点半，伫第2殡仪馆景仰楼地下1楼真爱仪式要举行纪念告别礼拜，请兄姐也当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3点，因为下礼拜咱有要
咱教会有野外礼拜吼，是为着咱教会设教108年周年的纪念主日，要举行这个野外礼拜，要去甲新竹的圣经书院，所以咱爱注意以下有几点的重要的代志，因为咱要组织要集合的时间是后礼拜吼，8点10分要伫教会集合，因为咱8点20分就要准时出发请毋通迟到吼。那这个10点半就要主日的礼拜，12点要来午餐，咱1点要去甲新竹这个公园来参观，遐有一寡建筑物甲动物园。咱预定下昼3点就要回程，差不多伫5点的时阵就要转来到教会。这个费用是每一人500块，这个500块包括咱的车资、甲咱的用餐、甲保险。但是咱迄天坐车去顶头的时阵，咱就会退200块互大家。若是3岁以下的，会当退300块。请咱紧用各区的牧区的干事来报名，因为到今仔日都爱截止。佫有一寡注意事项，因为迄天就是后礼拜第一场的礼拜，咱第一场礼拜是7点半，咱要照常来举行。其他伫教会内面所有的迄个聚会种种，咱拢要停止，圣餐咱嘛要暂停吼。当天的信息直播改做伫第一场礼拜了后，那第2场甲第3场拢暂停。咱伫车厝的安排吼，咱若伫2月24日进前有来报名的吼，已经伫咱的走廊，咱外口的走廊吼。已经有公布，咱伫咧倒一车，咱确定会当伫咧走廊遐来看咱是坐伫倒一车。若无，咱嘛会当上咱的网络顶头去查。若遐无的，就是假是今仔日报名的，都爱另外，咱要较早知影的时阵，就伫咧3月初5的时阵，咱就会公告伫咧咱教会的网络顶头去查，咱伫倒一车。请咱大家一定要会记的，因为咱同工嘛真辛苦，要为着咱的餐点甲咱的坐车，所以恁无论如何，因为咱人真济，所以恁一定要摕恁的乘车券、恁的迄车票、甲恁的餐券，安尼因才较好处理。无有当时人真济会较乱，所以请咱大家来注意来配合，感谢大家。而且咱家己若想要家己开车去的人因为圣经书院内面无方便，互咱较侪人来停车，所以因无提供停车位所以咱这几点咱爱小注意，请咱来配合。这第5面有第五点，全教会的培灵会要伫3月20就是拜六来举行，敢若一步尔，就是对早起9点40一直到12点半。伊的主题是战胜世俗的挑战。咱要请台南神学院的院长吴忠民牧师要来演讲。这个爱一个人爱交100块，这100块是要因为传咱的讲义甲便当咱一定爱伫咧3月14进前来截止来甲咱的文会干事甲营运干事来报名。咱佫有咱先开这个第6页，咱有装备课程，咱这个第3阶段要搁开始这是真好的消息那咱蔡牧师有调拨为咱来做这个强关福音的查经班，第3阶段要查考的是马太福音的第8章到第11章，总共有9节课伫每礼拜拜2的早起甲暗时拢有开一班。若伫拜4下昼嘛，佫有开一班。咱若较详细咱会当看咱的周报16面有较有详细迄个日子，种拢有来说明。第6面遮佫有一个就是咱的主题因成绩真好，也是有进步。咱教会有好意，有提供奖学金。因为即要截止3月初4就要截止，所以伫遮甲大家讲，恁会记得即个日子3月初4就要截止。
咱的囝儿孙若有好的成绩，咱是一个好的鼓励，咱会当将即个消息甲因讲，伫咧3月初4来提出，甲即个授勋干事来提单来申请。遮嘛，佫有一个真好的，就是真精彩的牛埔庄讲义所的即个财务讲座。即有5场课，咱请真出名的会计师，伊嘛是咱教会的会友王彦军，伊要来分享，咱会当来注意即个日子，伊要对3月11开始，每一个月有一届，来甲咱分享即个财务的讲座，咱来致意来参加。时间的关系，咱以上来报告，剩的咱会当家己致意来看。这是我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网友的代祷。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聚会的这个新朋友。第一位是这个田俊佑、李慧金因全家，唔知影这里倒位？就是遮哈。欢迎。好，请坐哈。因最近较当搬来附近啦，所以咱欢迎伊来甲咱做伙聚会。第二位是这个徐正俊甲蔡怡君全家。这里是遮哈。伊是李高雄新兴教会哈。第三位是王雨辰神师，好，好，请坐。唔知有其他的无介绍到新朋友。咱欢迎咱的新朋友，等下礼拜结束了，会当去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咱今日嘛真感谢詹牧师来甲咱做分享信息，多谢。詹牧师是伫台湾新人医的旧约教授，咱也欢迎姚传道伫咱的中间，伊是台北学生中心的团队。牧师来做一个简单补充报告，咱最近有真侪活动包含咱有查经班的推动，阁有迄个培灵会以及咱后礼拜介重要，咱要后礼拜请大家注意这个消息欢迎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我相信教会生活会当丰富咱的生命特别是读圣经、了解上帝话，会当帮助咱行伫上帝的心意中间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礼拜甲你相交陪，在这过程中间领受你的话，阮求主你将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也帮助阮会当去分享对你遐来的听。阮特别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气伫阮的中间，保守看顾阮的身体健康，互阮的灵命精英，互阮甲你的关系哪来哪亲密，也透过阮生命的见证来分享对你遐来的听。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中间若有拄着亲人朋友死失的，恳求主你亲自安慰保守，互阮看见你要赏赐阮的愿望。阮中间若确实有身体欠安，求主你亲自医治安慰保守，也兴起伫阮四周围的兄弟姊妹会当互相扶持，彼此关心。求主帮助阮伫教会的生活中间，会当分享你的听，见证你的听，也透过阮的分享，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要吟祝福的诗歌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咱三个起入来吟诗煞，咱要请詹牧师为咱来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三角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岛社温强受车见。